好，诈骗也有一站，嘉义公有民间合作会倒回啊。这站诈骗案初步统计金额是有到4、5千万，至少有成百个新住民甲台湾人受害。因为是参加同一个新住民所成立的合作会，已经有10多档，但所找无回头，就是惊讲哦，因的艰苦钱会乌有去。受害民众呢是赶紧报警察来办案。找无回头本人，民众直接找去因兜，不过大门锁起来，内底电话虽然有倒，也毋过其实无人来应。有一些那个给我们那个姐妹认识，后来我还知道她就跑掉，后来回去我又给她打很多通，她就没有听。开做头毛店，逐工赚的是辛苦钱，想要借由缀花仔赚一寡利息欠钱，却是华南同乡的姊妹仔倒花仔来诈骗。头家娘是真伤心，每次100-200块这个跟会你看，就一下子就几十万就不见了当然我们很难过对不对？很辛辛苦苦，每天站了10几个小时呢。3个还没有标一个还有几个月就满了。这5000还1万？5000的。受害被骗去的新住民拢伫嘉义市参加相款来自越南的4站的新住民所招的民间合作会，陆续已经10多年啊。不过最近这4站的回头向阳失去联络，敢若还有老遗书，就连伊工作的500大的这头家也有同事，也拢被骗几60万。现在因为会的问题，他就离开了就找不到他的人了。越南籍征信新住民假借存钱名义发起互助会，并招揽越南籍同乡友人加入，征钱收取现金后即无故失联，被害人不甘财物受损而提告诉本所已受理，并积极追查侦办中。合作会一回1个月5000，也是1万不等。毋但越南同乡的新住民，附近袂少大头也拢因为信任而加入。初步统计受害约上100人，损失总金额有4、5千万。真侪人去警察局报案，警方也呼吁民众毋通相信高风险，听人讲真好赚就投入，爱小心选择这投资理财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